大家好，我係沙琪，歡迎大家收睇 YouTube 18賽馬台。啱啱完咗個假期，咁我都有工作啦。咁放咗一日假之後呢，而家先有時間呢再整理今晚嘅賽事啊，所以遲咗啲出片，要同大家講句唔好意思先。今晚呢都預備咗幾場嘅賽事去同大家分析同埋提供嘅。咁當然個焦點就落喺莫雷拉返嚟香港做方嘉柏嘅主帥啦。咁呢個大家都講緊㗎啦。賠率亦都反映咗佢啲馬係有幾咁孭飛，同埋有幾咁受歡迎㗎啦。莫雷拉真係講真。咁再睇一下究竟今晚呢有冇啲咩場次係可以攻擊下莫雷拉啲馬呢？究竟同埋方嘉柏啲馬呢？因為佢兩個都熱到冇再熱㗎啦，騎師王同埋練馬師王。咁今晚嘅跑道呢，用 C+3啊。咁我預計今次早段嘅場次呢係利來碟守好位或擺前面，但係第6場開始或者第5場啦，可能就開始啲利外面冚，即係直路係裡面有不利地。我估計咁樣，咁所以咧揀馬嘗試咁樣揀，咁樣嘅角度去分析一下。好，即刻講啦。首先提供嘅係第2場嗱，隨緣德勝而家大熱門。雷神嗰隻赤鋒尼呢，就原本係大熱，咁而家4.8。其實赤鋒尼講真，我唔係好中意嘅，因為我有啲懷疑佢上場隻馬嗰場嘅水準啊，我覺得好似唔係跑得咁好。而第2場呢，有啲熱門馬呢，我覺得其實嗰個感覺唔好穩陣。爆出美麗上次突然神勇贏咗馬加咗磅，呢隻馬其實跑好多場先贏一場，突然神勇一場，如果打回原形又孭住個重磅，5倍值唔值啊？係咪？而呢隻赤鋒尼，好似我頭先咁講4.8啫喎，但係上場跑得好好咩？我唔覺喎，真係值唔值4.8先？隨緣德勝嗱，聽日唔係今日啊，講錯，聽日今晚呢，尤達榮馬房呢嘅陣容雖然出馬少，但係好似4隻都有啲機會咁樣喎，我覺得。咁所以呢，我都揀咗一啲尤達榮嘅馬房嘅馬。嗱，呢隻大熱門呢，田泰安，好在就未交代，上次係3碟嘅，不過今次都係8檔，有機會繼續3碟。咁所以呢，呢隻大熱門可以揀，但係我覺得拖腳就算啦。咁當然佢有一定嘅機會啦。咁但係呢一場呢，提供啲咩嘢呢？嗱，10號嘅耀昌盛世呢，又翻巴道手上啦。上次就係巴道走去騎咗嗰隻準希望啊嘛，就冇騎呢隻耀昌盛世。上次呢一匹馬擺喺前面全程3碟，翻嚟都係輸近嘅。佢係望空擺前嗰隻3碟啊，係。而呢一場馬我哋睇下幅圖啦，唔好睇片嘥時間啦。呢一場馬呢，知道穩勝貼欄放頭翻嚟跑第1，先到先得跑第2嘅喺2碟嗰度，多利神區貼欄第3隻跑第3，至高心得貼欄第3隻，貼欄後面即係多利神區後面嗰隻啊，跑第4，得隻街燈喺前面唔得㗎咋。但係耀昌盛世係唯一一隻3碟馬喺前面過終點嘅。嗱，我唔知道呢個馬房上次咁樣走咗3碟之後，今次呢個13倍啱唔啱佢搏？咁但係以馬論馬，佢今次呢個2檔冇可能3碟係嘛？如果3碟嘅話，咁都冇計啦，真係。如果佢咁樣都可以3碟，真係講真嗰句，應該可以貼欄嗰隻啩？我估計直情係唔貼欄都2碟啦係嘛？但我估計佢真係貼欄，因為街福區係1檔啊嘛。但係好似前速應該唔夠耀昌盛世快係嘛？論個走位呢，形勢呢，10號係好嘅，所以我覺得10號呢匹耀昌盛世啊係要留意嘅一隻馬。而呢一場又有馬孭飛嗱，1號啦、3號啦，應該符合呢個馬房嘅嗰個出擊嘅感覺啦嚇。好難猜度嘅，咁但係好似頭先咁講啦，以馬論馬，呢一匹馬絕對係需要揀嘅。咁揀咗匹13倍嘅馬，1檔我講過啦，頭先貼欄守好位擺前嘅，
我預計佢喺耀昌盛世後面呢隻街福區，但係呢匹馬係發神經噶嘛，你唔知佢邊鋪得噶嘛。咁你得個估字，就算好檔，佢都未必跑得好嘅。三疊佢又可以贏，咁所以呢，只可以拖做腳，因為個檔位嘅問題，同操練亦都冇咩特別關係嘅。望落去好似咁。另外啦，上葡福旺呢一隻馬呢，今次賽前試課集試得唔錯嘅。咁佢前次呢都試過跑近嘅，咁就未到話跑得好好，但係呢啲新馬跑咗幾場熱身之後，跑咗3場啦。呢隻馬我記得繼續報返呢個路程，試課集都試得唔錯，兼顧埋佢做腳，我覺得可以啊。如果大家真係太過擔心10號耀昌盛世呢個馬房3疊之後仍然係要兜多2場嘅，大家其實可以用隻大熱門做膽，因為佢夠輕磅啊嘛。拖返6號街福區、7號上葡福旺同埋10號耀昌盛世。不過因為我驚田泰安3疊，咁我揀一隻應該有好大機會可以守好位嘅馬做膽，10號耀昌盛世。咁啊拖呢幾隻腳，睇下呢會唔會可以攻擊得到莫雷拉嗰隻赤鋒尼。當然啦，保險腳其實要拖埋佢嘅1拖4嘅話啊，咁大家如果想慳住嘅1拖3嘅，咪我頭先咁講咯。10號耀昌盛世拖6號街福區、7號上葡福旺同埋10號隨緣得勝。但係有注馬嘅就加埋莫雷拉落去啦。咁啊3號拖埋嚇。好，另一場啦，第4場呢起碼上次咁樣外碟都可以贏馬嘅。咁呢一隻真係穩陣嘅，講真，即係莫雷拉呢一匹馬真係有機會贏嘅。不過大熱門呢，我哋拖翻個轉頭啦。嗱，我中意呢隻1號嘅榮利雙收呢匹馬，佢前次呢仲同緊嗰啲時時歡星綠野飛馳跑嘅喎。時時歡星，大家睇一睇佢啱啱前日點樣跑，復活節賽馬嗰日啊，全程4碟啊，嗰日有乜可能嘅嗰個 B 加2？佢爭啲贏馬嘅，可以連贏2場噶啦嘛已經。如果唔係咁樣跑就贏馬啊！呢隻榮利雙收同佢哋跑近嘅喎，而家嚟快活谷跑呢個4班，就算佢孭住個頂磅，好在有個5檔俾佢，我搏佢可以克服呢一個頂磅，憑住呢個5檔同埋呢一匹馬本身喺4班有啲微利啊。咁所以呢，用1號嘅榮利雙收推介呢一隻馬做膽。咁講過啦，尤達榮馬房聽日嗰幾匹馬係精兵制咁嘅感覺，當然要拖埋啦呢匹5號嘅奮鬥輝煌。另外啦，新力標呢突然增程啊！之前講過啦，上次有叫大家嘗試拖下腳嘅，因為4、6、7嗰場佢做最快末段衝上嚟，冇乜點跑嘅啫嘛。咁上次唔得啦。不過佢嘅增程又有個變數，咁可以拖多佢1次咁多啦。我覺得有36倍。呢隻4號嘅新力標嚇，上次都有提供嘅。另外啦，再揀多匹12號嘅明亮光輝呢，因應佢個1檔，睇下可唔可以跟翻前啲，因為其實佢初出都有走勢嘅。而呢次跑1650。初出佢都可以跟前噶嘛，1200，咁1650冇理由佢個1檔唔可以守好位啊，都可以搏佢個好位嘅其實。咁當然啦，其實8號眾星呢一匹馬呢，都係操好嚟嘅感覺。嗱，如果8號、12號揀一匹呢，我自己感覺啦，12號真係純粹因為個1檔嘅啫。其實隻8號呢就穩陣過佢嘅，本身呢。睇隻12號咧，都係搏佢有一個短途嘅速度，可以擺喺個1檔嘅好位嗰度嘅啫。咁不如呢，就揀呢隻8號嘅眾星，起碼呢，佢有呢個1650快活谷嘅證明啦，再加上佢亦都賽前試過集呢，都係操得好嘅呢一課集，我睇過都係魅力之福呢課。咁不如揀呢隻眾星啦，費事刻意呢，就可以搏隻20幾倍，得個1檔。一個條件嚇，個說服力唔夠，講真，橫掂都揀咗隻新力標。咁呢一場呢，第4場呢，就提供1號嘅榮利雙收拖4號新力標，
5號奮鬥輝煌、7號起馬同埋8號嘅眾星，睇下扭咩少少嚇。當然啦，大家真係非常中意7號嘅2隻膽搞掂，咁你咪有注碼拖埋隻12號啦，買單 T。好，另外啦，第6場嘗試下呢，揾啲馬呢又攻擊下2隻熱門喎。嗱，2號富心星上次贏咗馬，跑得好靚嘅，上次其實嗌少禮，我記得係啊，嗌少禮騎啱啱返嚟贏半個馬位，127磅，加咗磅喎，今次133磅，唔知對佢有冇影響喎。另外啦，跨境駿馬3歲，135磅，初跑快活谷，咦？呢2匹馬都有佢嘅一個嗰個叫做可以攻擊佢嘅理由呢，佢講晒係啦。咁呢一場呢，我首先睇好嘅係5號嘅快樂共濟，3檔127磅中磅，彈咗課閘先嚟，嗰課閘彈得靚嘅喎。呢隻5號嘅快樂共濟，我覺得可以因應呢個檔位形勢呢，去操控呢一場馬呢嗰個成個形勢啊，直情。因為1號嘅電玩精英，我諗佢係貼欄手嗰啲中間嘅位啦，或者喺個包廂位度嘅。但係呢隻快樂共濟快過佢哋嘅話，可能可以貼欄，或者佢埋咗欄之後，俾隻幸運愉快埋咯。愉快，幸運愉快上次3碟都贏噶喎，全程4碟添啊！咁當然一定要兼顧啦，尊重佢上一場。咁但係快樂共濟個位真係好嘅呢一場，所以我認為快樂共濟呢個5.4嘅 win 抵過1號跨境駿馬同埋2號富心星個 win 啦。首先，所以用佢做膽。當然一檔嘅電玩精英，我哋拖埋佢啦，因為始終佢仍然有個檔位俾佢贏開保險腳啦呢啲。再揀神經刀嘅智勝攻略，嗱就係講啦，第5場或第6場開始，我認為可以揀啲外面衝嘅馬，快樂共濟就算佢唔埋欄，走個2碟都得㗎3檔，所以我就係話佢形勢最好嘅，任佢跑呢個3檔直情。智勝攻略神經馬嚟嘅喎，突然佢就衝一場入嚟㗎啦，睇下，連近績都唔使睇啊！原本覺得佢今年都完全唔得㗎啦，佢都因應有個極快步速衝嗰場入嚟。咁呢一匹馬，既然佢都展示佢仍然有能力可以衝入圍嘅，而如果揀一啲可以外面衝嘅馬，首先我都揀咗呢一匹先啦。另外啦，再搏多隻冷喎，直情大膽地將1、2都唔要先，暫時。3號嘅仁者傳承，袁幸堯同佢試咗課閘 ，OK 嘅嗰課閘。報快活谷咁，袁幸堯跑唔到住啦，都特登揾翻個減磅騎師減多3磅。10檔我諗佢冇得諗㗎啦，擁喺前面，睇下可唔可以擁得到呢一個2碟嘅位置俾佢，搏一搏呢一匹冷腳走入嚟嚇。3號嘅仁者傳承呢一場呢，我用5號快樂共濟大膽地唔要1、2兩匹熱門。睇下可唔可以有個好啲嘅連贏位置 Q 可以分到，用5號嘅快樂共濟拖3號仁者傳承、4號智勝攻略、6號幸運愉快同埋11號嘅電玩精英，睇下呢一場呢有冇得可以俾大家賺到啲馬本啊！講過啦，再講一次啦，因為1號跨境駿馬真係3歲135磅初跑谷草3樣一齊嚟喎，但係大熱門喎。富心星加咗磅有隱憂啦，咁所以試下揀呢一匹。另外再揀多一場啦，第8場精彩進帳呢，絕對係好穩陣嘅一匹馬膽，我覺得。咁不過呢，都係啦，熱門呢，嘗試呢揾隻冷少少嘅拖翻佢啦。咁呢一場呢，我都有2匹馬呢都可以拖嘅。嗱，10號太太精神，我成日話佢跑第4、第5呢好少揀，但係呢，就係因應呢，我覺得第5場或第6場之後呢，可以揀啲後追或者外面衝嘅馬，咁所以搏呢隻10號太太精神可以後面衝，外面追上嚟，咁所以拖佢做腳。咁揾一匹馬拖翻呢2匹馬轉頭，我中意3號嘅傑出漢子啊！上次呢匹馬就係我之前拍過段回顧同跟進嘅片講啦，我揀咗嗰隻手到齊來啊嘛，嗰場513呢一場啊。
但係麥文堅竟然唔放頭啊嘛，讓咗俾嗰隻傑出漢子守個靚位啊嘛，唔同佢鬥搶啊嘛，同埋咁結果放頭嗰隻精彩福星咪贏咗咯。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佢最後會搏輸啊？呢隻傑出漢子爆唔成冷啊！上次24倍㗎，因為佢喺直路嗰度走咗一個不利地啊嘛，傑出漢子竟然係貼咗一條欄冇攞出嚟喎，諗尾都貼實，但係都易疊㗎啦呢度，咁所以佢咪最後俾嗰隻全程3檔嘅喵喵怪過咗佢咯。咁而呢一匹喵喵怪當然今晚出都要揀嘅，大家因為上次全程3碟入圍喎，但係傑出漢子都好養眼啊！講真，呢一個不利地可以走返嚟。擺前嘅馬呢係有啲着數嘅呢一場，但係始終佢不離地啊嘛，咁所以呢，16倍用佢拖翻兩隻熱門，睇下有冇得分，位置 Q 都好啊。3號傑出漢子拖4號精彩進帳同埋10號太太精神，應該仲有一場嘅，過咗啊，翻返轉頭先，唔好意思啊，係第7場啊，仲有第7場呢，呢一匹銀亮奔騰大熱門嗱，上次咧走過不離地，就係大熱門就跑到第4，仍然要揀，不過仍然重磅滿心星呢個一檔唔知好定壞啦，因為莫雷拉，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喺香港跑馬嗰陣時，快活谷內碟嘅場地已經係嚴重不利㗎啦，直路啊講緊，差唔多每一次都係，但係莫雷拉係仍然選擇每次都慳位入面衝㗎。其實佢對不利場地呢樣嘢，我唔知係特登啊，定還是係冇概念啊，定係唔相信啊等等嚇。咁總之佢就係覺得慳咗位先喺入面衝就最好嘅。呢個一檔如果裡面有不利地嘅話，唔知點搞嘅喎。仲要佢嗰個一檔呢匹馬真係放頭啊嘛，佢仲要放頭，仲要守好位。咁呢一匹滿心星，如果守住呢啲2、3位嘅話，唔攞出嚟，哇！最後會唔會跑過第4嘅 Touchwood 真係？咁所以呢，揀佢做腳嗱，有2隻熱門做腳呢，我自己呢，我都會投注嘅呢一場都。我自己呢，就會首先用返6號嘅勁好運拖呢2匹馬先。呢一匹馬呢，前次跑完快活谷個第3之後，上次跑沙田嗰一檔我有提供㗎嘛。因為佢嗰個不利場地貼住條欄，竟然可以跑第3。嗱，其實銀亮奔騰都蝕嘅，因為喺佢隔離嗰隻啫嘛。但係點解上次會跑第6嘅？因為有個騎師將一匹擺喺中間嘅馬出閘擺喺包尾，出閘擺包尾都算啦。佢呢個毫無誠意嘅騎法，呢場係超慢步速，極難追。千帆區追得好啊嘛，啱啱星期一贏到冇得跑嘅。我仲諗住佢嘅10檔會蝕，點不知呢匹馬都唔怕蝕啊！直情呢一場馬得2匹馬追，第一匹就係千帆區，第2匹就係佢勁好運。如果佢唔係咁樣跑嘅話，呢一場點會追唔切啊？嗱，我唔知佢最後擺前啲呢場會跑成點啦，同埋呢場馬都跑咗啦。不過佢毫無誠意嘅跑法，俾佢整咗場。今次翻嚟快活谷換人，仍然有15倍俾翻我。係啦，俾翻我哋。咁呢一個6號勁好運，我首先提供先。另一匹我建議可以拖翻1號、2號嘅，係3號嘅天然數字。呢匹馬呢，爆冷100幾倍嗰場呢，我係提供過嘅153倍嗰場，叫大家拖埋佢。結果真係爆冷成功。跟住嗰2場呢，都冇再理佢。咁但係今次首先第一轉跑快活谷唔知得唔得啦。咁但係個問題係，佢操練係積極嘅，試咗課習，何澤堯親自試完課習之後再整多個拍跳，我覺得比之前積極咗。咁所以呢，因應佢之前呢，其實入圍嗰場啲水準都唔差嘅，而佢一直呢都對住嗰啲今年啲4歲精英嘅，其實嗱12檔啊，咁呢一匹馬呢，其實佢係可以後上噶嘛，我預計佢會擺後。咁睇下呢2匹馬拖翻1號、2號2匹熱門轉頭，應該有得分喎咁樣。位置 Q 或者連贏自己，大家可以揀啦。或者我自己呢就會各自去拖翻2匹馬嚇，買4注呢一場總共，睇下呢可唔可以有個扭歪啲嘅派彩。
我係沙琪，多謝大家收睇我嘅片段啦。希望大家睇完都撳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，多啲支持呢，我嘅頻道亦都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等我 YouTube 可以喺 YouTube 裏面呢，多啲人搜尋得到睇得到。下一段片呢，就係各場嘅4選提供，多謝晒大家，祝大家今晚贏多啲，拜拜。